以赛亚书第14章对流亡倒转来，上主要任命伊的子民以色列，搁一遍竞选雅各，甲因安置伫因家己的乡土。真侪住伫因中间外族的人为甲因联合，归属雅各的后代。真侪国家为协助因转去因的祖国。以色列家为伫上主的地得到外族人做男仆女婢，以前掠因的，但变做因的俘虏；过去管辖因的，但要受因管辖。巴比伦王伫阴府，上主予恁对悲伤苦痛，对受强迫做苦工得到讨棒迄时，你会对巴比伦王唱一首讽刺的诗。讲压迫者竟然灭亡，伊的强暴消失啦。上主已经讲断邪恶者的棍，拍断统治者的管。因伫大受气的时，不断欺压列国，伫愤怒中残酷管辖列邦，全地得到安息平静。所有人拢欢喜唱歌，连上树甲黎巴嫩的百香树，都因为你的结局欢喜唱，讲：但你已经倒落去，袂阁有错柴的人来甲阮错。大地下面的阴府风动，要迎接你的来临。地上统治者的阴魂拢受唤起，列国君王的阴魂对因的宝座起来，欢迎你到位。因为开喙对你讲。你甲阮相款拢变软正，你甲阮拢相像啦。你的威风甲你琴瑟的声拢落到阴府。你困的眠床铺的是虫，你家的被是厝。天光早的启明星啊，你竟然对天落落来。你这个列国的征服者啊，你竟然跋落地面。你心内安尼讲，我要爬上天顶。将我的宝座设伫上帝正天神的顶面，我要坐伫智慧的山顶，伫极北边的所在。我要爬上云顶，我要甲至高者边悬。毋过，你会受等落阴府，到深坑上深的所在，看见的人拢直直甲你想，心内想讲，一个兼毋是互大地摇拽，互列国轰动迄个人。一个兼毋是互世界变做风暴、毁坏城市，毋放俘虏转去因兜迄个人。列国的国王，逐个拢真有尊严，安葬伫家己的坟墓。毋过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，你的身躯互人讨厌，受人吞踏，互真侪受杀害的人的尸体砍得，做伙落落去深坑的石头遐。你袂当甲遐个君王同埋葬，因为你毁坏你的国，杀害你的人民。原歹人的后代永远互人袂记得，因为因祖先的罪，恁得甲因的子孙全部屠杀，才免因阁兴起，占有大地，伫世界逐所在起造城市。上帝要消灭巴比伦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讲。我要起来攻击巴比伦，要撤销因的名，消灭死无去的人，以及因的子子孙孙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要互巴比伦变做河底大的所在，变做拢是路过要屈的所在。我要用毁灭的扫帚甲伊扫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上帝要毁灭亚述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立誓讲。我所计划的拢会发生，我所决定的拢会实现。我要伫我的地拍碎亚述，要伫我的正山吞踏伊。伊藏伫我子民的担，我会甲因刷开；伊下伫因肩头的重担，我会甲因搬落来。这是为着全地所定的计划，这是伸出去要攻击列国的手骨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已经做这个决定。啥人会当甲伊阻挡？伊伸出去的手骨，啥人会当互伊搁求倒转？上帝要毁灭非利士。亚哈斯王死迄年，上帝宣布下面的信息：恁所有的非利士人啊，
毋通因为拍恁的棍已经回来欢喜，因为蛇一定会生毒蛇，所生的是会爬的火蛇。上主会牧养伊的子民中上善车的，欠客的会当安然歇困。毋过，我要用饥荒杀害恁非利士的后代，要杀死恁所剩死无去的人。城门啊，着啼哭；城市啊，着嗷叫。非利士啊，着惊吓皮皮喘。有乌烟对北方伫落来，军兵向前进军，队伍中无一个缀袂着阵。咱要安怎回答非利士的使者？咱着甲因讲。上主设立锡安，伫遐伊的子民中困苦的会得到保护。